自2025年10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伫遮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48章30节到35节。耶路撒冷城拢总有12个城门，四边的城墙悬拢是2250公尺，各有3个城门，逐个门照以色列支族的号名。北边3个是路边门、犹大门、利未门；东边3个是约瑟门、便雅悯门、但门；南边3个是西面门、以撒迦门、西布伦门；西边3个是迦得门、阿瑟门、拿弗他利门。城墙四周围共9000公尺，对打以后，这城要叫做上主伫遮。上主伫遮。这年前，捌和一位基督徒大学生一人行一人开讲。我问讲：你感觉基督徒甲非基督徒有啥物无共款？迄位学生应讲：无啥物无共啊。伫现实中，可能有袂少人的答案是和这位学生相像，但是值得咱思考的是，基督徒的身份认同是啥物？身为人，伫共款有限制、需求和期待中间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无共款的关键是啥物？转来以西结书，咱通对上主甲伊子民的关系开见，这是为家甲为家的相交，对上主甲有独立思想的个体的相交，伫世界中见证信仰的关系。以西结书开始就指出，以色列人背弃上主，甚至忽视上主的圣洁，致使上主的荣耀、上主的同在的象征离开圣殿。表面上，当当时以色列人要按照上主教导的方式生活，但是迄看起来亲像遵行律法的生活，却掺杂真侪无合上主心意，甚至背离伊的行为。以色列人虽然是上主的子民，却表现出上主不在场的样貌，因为安尼，上主借着荣耀离开圣殿的异象来表达，以色列人追求的是上主不在场的生活，因毋愿听从上主的教导，忽视先知的警告，欠缺灵性的察觉，结果失去平安甲保护，毋单单失去国家，甚至怀疑上主的子民这个身份。我敢毋是上主的子民？为什么会落入这种境地？我的愿望伫倒位？当人活在黑暗中，对生命深感绝望的时，这个疑问也引发人思考家己甲上主的关系。正是关系中的我究竟是啥？我认识的上主又是甚物款的神？伫以西结起初的异象中，上主的荣耀出现伫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。伫这个被看作是背逆上主之地，上主向伊的子民表明心意。以色列人蒙国受掠时，上主透过异象带予要追求伊的子民愿望。当因用绝望的视角看上主不在场，上主却用不变的应允回应讲：上主伫遮，上主三啊。异象中的神国度用大支派的名建立城墙，表达上主对伊子民全面性的看顾、认识、祝福甲同在。
伊是公义的，必定会审判；伊是慈爱，必定引带；伊是信实的，永远袂改变。上主甲伊的子民之间是我与你的位格关系。人的不义无法度阻挡上主的公义，人的背信袂当改变上主的信息。以西结的异象中描绘新国度的城墙，也显示伫上主目睭内，上主的子民就亲像遐个城墙，划分归属上主的边界。遐个信靠上主的子民，就算蒙古受掠、身踮异地，也要因为相信上主的应允，活出上主同在的生命见证，互人看见就自然而然讲出上主伫遮。默想，我伫什么所在，也是什么人的生命中看见上主的同在？我伫什么所在，也是什么人的生命中看见上主的同在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用公义和信实做我生活的准则，每时每刻用怜悯和慈爱扶持我。我愿意顺服你，通好，互人伫我的生命中看见你的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